着试炼在会为你真艰苦，直到落日失望失眠看无路，你所得的恩赐，逐项想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主的恩赐你着算着消，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，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有时看愈烦恼，直到心乱乱，要伊上帝听通白实加不愿。你所得的恩赐，搁再想来记，要伊就会无去日日爱吟诗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消，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，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大家好，我是慈雅，今天和大家一起读旧约圣经申命记第26章1到19节。申命記第26章第1節，奉獻頭水的土撒，恁先藉上主你的上帝手使恁做產業的地來徛起的時，就對上主你的上帝手使你的地，將所收成逐項起頭色的土產，摕一寡有利拿去上主你的上帝揀選予恁服侍伊的所在。你着去記這班的祭司，甲伊講：我今仔日對上主我的上帝宣言，我已經來到上主對阮的列祖立誓手使阮的地。祭司就主你的拿接去，下佇上主你的上帝的祭壇前。你着佇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告白講：我的祖先是一個四過流浪的亞蘭人，落去埃及，佇遐徛久，人也少少。後來佇遐成做一個大國強，人也濟的民族。埃及人苦楚阮，欺壓阮，強迫阮做苦工，我就哀求上主，阮列祖的上帝。上主聽見阮的聲，看見我的困境，我的勞苦，阮受的壓迫。上主就伸出大氣力的手，用大國通行的事，其生涯奇事，帶阮出埃及，閣帶阮到這所在，將這流奶甲蜜的地小賜阮。答上主，你小賜予我這個地起頭先的土產，我已經大力奉獻予你。了後，你就將遐個祭物下佇上主你的上帝面前，佇遐敬拜伊。你甲利未人，以及恁中間的外族人，就因為上主你的上帝手使你甲你的家眷一切的福分來慶祝。第12節，大比到第3年，就是奉獻1/10的年，就將一切土產的1/10分予利未人、外族人甲孤兒寡婦，予伊佇你的社頂通得到飽足。按呢，你通對你上主你的上帝講：
我已经照你所命令我一切的诫命，对我的家将奉献的物提出，互利未人、外族人、甲孤儿寡妇。你的诫命我无违背，也无袂记哩。厝内有丧事的时，我无食奉献的物；礼仪上无清气的时，我无甲食的摕出去，嘛无将食的分互死人。我有遵守上主，我的上帝所有命令我的话。如你对天顶你徛起的圣所压落看，赐予你的子民以色列，甲你手施阮的地，就是你对阮的列祖立誓所予阮这个老人甲蜜的地。第16周，上主的子民，今仔日上主你的上帝吩咐你遵守这个规例甲命令，所以你定着尽心尽性确实遵行。今仔日你已经宣认上主做你的上帝，要行伊的道路，遵守伊的规例、诫命甲命令，搁要听趁伊的话。上主今仔日目照伊对你的应允，承认你做伊特别的子民，互恁受伊一切的诫命，搁要照伊的应允，互你得到福乐、名声、尊贵，超过伊所创造的万族，互你真侪归属上主，你的上帝，圣洁的子民。以上。生命记是摩西在以色列百姓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对他们所做的一系列提醒与嘱咐，而第26章可以说是一段信仰回顾与生命回应的总结，提醒百姓，当你真正得着上帝的恩典之后，你要怎么活？在第26章里，以色列人已经不是在旷野漂流，也不是在埃及受苦的状态，而是即将进入上帝所应许的地。上帝吩咐他们，等进了那地，收成出熟的土产时，要做一件事，把出熟的土产献上，并且开口诉说上帝如何带领他们走到今天。这不只是宗教仪式，而是一个属灵操练，让人不忘记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。我们先看第5到第9节。摩西吩咐百姓，在献出熟土产的时候，要亲口说出这段话：我的祖先原是一个流浪的亚兰人，我们在埃及受苦，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呼求，用大能的手领我们出来，把我们带到这流奶与蜜之地。这里会发现，上帝不是只要百姓奉献土产，而是要他们重新讲一遍自己的救恩故事。感谢不只是心里知道我很幸运，而是清楚记得，若不是主，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之所以能站立得住，不是因为自己够好、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主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就先爱了我们。接着我们看第10到第12节。百姓献上出熟土产之后，神特别吩咐一件事，要与利未人、寄居者、孤儿寡妇一同欢乐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恩典
不是只停在我得到祝福，而是要流出去。真正的感恩会带来分享，真正被爱过的人会学习去爱人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奉献、服侍、关怀弱势，不是因为我们多有爱心，而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了不配得的恩典。这一章里反复出现一个身份，你曾在埃及做过奴仆。上帝不断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们曾经是被压迫的，没有选择的，没有地位的。所以今天当你有地、有收成、有身份，不要看清那些还在挣扎中的人。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忘记，自己其实也走过黑暗、迷惘、无助的时候。申命记26章提醒我们，同理心来自于记得自己的过去，不是站在高处论断人，而是站在旁边陪人一起走。最后我们看第16节到19节，上帝与百姓彼此宣告一件事，百姓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神，上帝也宣告是属于我的子民。这是一种盟约关系。对今天的我们来说，这份应许在基督里已经成全，但应许不是只停在将来上天堂，而是呼召我们脱去老我，为主而活，不是在照旧有的价值观过日子，而是让生命成为主恩典的见证。申命记26章提醒我们4件事：第一，记得救恩，常存感谢；二，把爱与怜悯分享出去；三，用同理心对待软弱的人；四，抓住主的应许，为主而活。以上是今天的分享，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谢谢你没有忘记我们在软弱中的呼求，也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今天这一步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不忘记自己是如何被你拯救，让感恩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。也求你使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，用你的爱与怜悯去对待身旁的人，不轻看，不论断，而是一起同行。愿你的应许成为我们每日的盼望，帮助我们脱去老我，为主而活，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想别人有福气，坚持大家，无得土开爽向天年有出体。你所得的恩赐，钱阮袂坚持，你的宝贝尊贵，咸无藏伫天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晓，主的恩赐你减算袂了，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所以经过试炼，不论大小事，无得累积失望，上帝应做主。你所得的恩赐，照旧想来讲，主为安慰帮赞，因带到天堂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晓，主的恩赐你减算袂了，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